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立甲欢喜充满伊的所在。地球万民拢着称赞上主，都将荣耀甲关联归予伊，都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就抓祭物来到伊的面前，就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咱三个来唱圣诗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请起立。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将我这心感受你回来的主爱，求主用进我心内。将我这心感受你彻底的主爱，求主来充满心内。用你精神来使阮舒服，又用你信心来助阮富足，又主用你信心来助阮舒服，又主用你信心来使阮舒服。将我这心感受你是的主，是客的深深可爱。将我这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是客甜深深可爱。求有你的信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信心来找我出去，求主力量信心来找我出去，求用你信心来找我出去。将我这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恩爱。将我这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恩爱。主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无照着伊，无人会讲到爸的厝。主嘛，佮教示咱，就安尼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人亲像的天里。愿用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有抵触阮入去，就叫阮脱伊的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用启文来ứng上帝讲话。启文伫圣诗后尾面第39，启文39，以赛亞第二篇。启文39，以赛亞第二篇伫圣诗后尾面，咱三个用启文方式来交托。伫将来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释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这个无搁举刀攻击迄个，雅各的家啊，就来。咱三个来祈祷，万关灵慈悲听从阿爸的上帝，感谢你搁一摆，三个组织正兄弟围雷来起做圣团。我们用恭敬、交托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过去一礼拜，拢定在落雨，啊，恳求充满怜悯、甲慈爱天父，
疼惜阮教会内老大人，毋通互伊伫身躯顶面会病痛，佮有出入的平安，完全交托伫主的恩典来医治甲保守。那今年9月份，咱教会要举行4年一摆的中级的改选，相时也求万灵天父为阮准备合理心意的器皿，诚做服侍正兄这个工人，除了一粒谦卑愿意的心志以外，嘛需要有接受挑战甲装备的勇气，这拢爱遵趁天父的旨意，为咱来备办。世界的局势纷纷扰扰，以阮的财目知识，阮无法度了解上帝是要安怎如何改变这个大起势、强起弱的世面。翻过头，阮就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向天父祈祷，互咱无受战争威胁的阴影，有治理管理的智慧，咱无求事事亨通，只愿意主的恩典教育，将阮所喜爱毋甘的一片岛屿，拢交伫天父上帝手中，诚做芳的血祭献伫你的面前，求上帝的保护甲成全。咱后礼拜是咱古宁教会释教668岁的生日，咱有邀请过去侪参与伫教会中，毋若是聚会、服侍甲成长的好朋友，有诶诚做牧者，同工伫别位咧服侍你的羊群。那么恳求上帝固守咱后礼拜的聚会，保守你所造就的属灵的勇士，欢喜乐意，倒来遮做你的干净。但阮将今仔日敬拜、恭敬交托伫主的手里，求你阿耳康听阮的祈祷，荣耀归于上帝，平安赐予地面的众人，照你的旨意来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个来听上帝话，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圣经后背面288页，我来共读。启示录第7章第9节，这个代志了后，我看见有规大阵的人，无人会算伊的少爷，出入各国、各族。逐号变士，逐样腔口的，徛伫座位的面前，穿白衫，手举棕手机，大声叫讲：愿拯救归伫咱的上帝，就是坐座位的甲伫羊羔。正厅赛，徛伫座位甲长老甲4个活物的周围，面趴伫座位前，敬拜上帝，讲：阿门！愿俄罗、荣光、智慧。感谢、尊贵、权能、快乐，归伫咱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门。长老的中间有一个应我讲：这个穿白衫的是一水，对倒落来啊！我甲伊讲：我的主啊，你知。伊甲我讲：这个是对遐大的患难出来的，要伫羊羔的血洗因的衫到白白，所以。因伫上帝的座位前，搁伫伊的殿明日服侍伊，坐伫座位的要徛起伫因的中间来指引因。因无个腰，也无个喙焦，日甲一切的日袂逼着因，因为座位中的羊羔要做因的牧者，带因到我的水泉，搁上帝要对因的目睭刺去因朗总的目屎。愿上帝话。带来祝福甲稳定，因为要请青年团体赞美了牧师的题目是“永远的百姓”。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青年团契，你们干嘛偷笑？感谢青年团契吼，用这鼓水甲活泼的歌声吼，带领咱来学乐咱的上帝吼。那我的笑容是我很感动，很感动，好，也嘛真欢喜吼，真欢喜吼，咱会当伫上帝圣殿的内面，用咱的心，用咱的锻炼用咱的学乐来归荣光互伊吼。咱只是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满满的感谢，出伫你的恩典，阮会当所有的人，阮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调记你，来亲近你，来领受你的恩典，也求你用你的圣心甲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生命，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规个礼拜吼，对头到尾吼，每一个环节吼，拢是咧荣光甲学乐上帝吼。刚刚那个赞美的那一部分吼，互我的灵魂吼拢静音起来，嘛拢欢喜起来啊吼。我们不是在那个笑你们哦，就是真的是很开心。真的没有，是真的很开心吼，因为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吼，应用足侪时间锻炼吼，所以咱来为因祈祷为因祝福，好不好？唱了好听不？对啊，你的心里透过他们的带领，应该都感受到上帝很喜悦咱的学乐吼。好，咱进入今仔日的圣经内面。我这里没有动哦，好，没关系，照这边哈。英文的背是，我有讲到吼，其实咱咧读启示录的时阵吼，进入到今仔日第7章的后半段吼，咱已经知影头前第1印到第6印吼，伫拆开的中间甲过程内面，咱拢甲约翰做伙看见上帝的意思吼，完每一个都是困难跟灾难吼，但是进入到第7印之前吼。插入了2段吼，这个咱会当伫今仔日第2段吼来思考，是安怎上帝要伫揭露第7印之前吼，互咱有即个认捌甲看见吼，所以 OK， 谢谢。伫今仔日开始吼，因为已经到第9节，伊讲遮个代志了后吼，遮个代志了后，约翰看见吼有几大。
但是咱读了后，咱对上帝的旨意，甲稳定救赎的行做，我们是用一种什么共识性在理解上帝的救恩？安尼恁敢有理解？会不会太困难理解？这个我礼拜结束后再个别帮你家教。好，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吼，虽然咱的经节是历史性的，但是圣经的帮助咱看见上帝的旨意吼，是共识性的吼，是一个整体感吼。所以我们伫今仔日讲得咱的来细腻来看一下上帝隐而未现的行动吼。检测咱每一个掠到经文的感动无共款，但是我要讲吼，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会当看见一切拢伫上帝的把握的内面。这一切的发生，灾难的发生，抗引救赎的发生，这一切拢伫上帝的把握甲掌握里面吼。好，安尼咱就来看吼，是安怎伫顶一道啊，顶一摆的讲道，咱会看到一份名单，甲今仔日咱会看到，阁有好像还有另外一群人吼。啊，通常伫学者的解释内面吼，有2个最大的可能性吼。第一个就是照你所读到的吼，第一份的名单就是表明以色列的族群吼，伊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约定内面吼，要保守伊的囝儿孙。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吼，学者认为是后来的新约的教会吼，就是对耶稣基督过活到未来吼，包括咱现在的教会吼，新约的教会。啊，另外一款的讲法是讲前遐个抗引的是殉道者，后壁咱今仔日读到的就是基督徒们吼。啊，不管是倒一款的解说吼，无论是头前我讲的2种群体的可能性吼，重点是到落尾，2个群体最后都变成一个新的团体，就是咱今仔日后壁会看到，伫天顶甲正天使、四活物甲长老做伙敬拜上帝，一个新的群体吼。对这点会看见到上帝完全的救赎。好，啊，伫遮咱会当看到讲，那他们这一群人在做什么事情吼？咱会当看到，因安怎徛伫座位的面前，穿白衫，手举张手机，大声讲：愿拯救归伫咱的上帝，就是坐座位的甲伫羊羔吼。所以正天使安怎徛伫座位，甲长老甲4个活物的周围吼，面对座位前安怎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坐在宝座跟羔羊吼，咱就会当甲，你就会当知影讲，伫前的经节内面吼，迄个坎印是坎什么人的印？迄个名就是羊羔甲天父，对吧？我们的名字是刻谁的名字的印？我们的印是刻谁的名字？上帝跟什么？就只有上帝的名字吗？还有耶稣吼，是对启示录来讲吼，抗印伫你身上的吼，来保护你的性命到底永远活。这个记号吼是出伫白上帝甲羊羔的名，所以名这个概念，名字这个概念吼，可能对咱台湾人来讲吼，不见得是一个很深刻、很重要、很宝贵的事情吼，但是对伫天父上帝的名来讲吼，名是真重要的。啊，为什么我说台湾人可能比较难感受到名字的宝贵性吼？人迄餐厅吼讲你改名叫龙虾吼，你就当去遐摕身份证食2尾吼，你嘛要改名呢？所以名对台湾人来讲吼，它不是一个很有力量吼，跟约束，或者是绝对不能够被替换掉的一个概念吼。但是对上帝甲羊羔的名刻印的迄个印章来讲吼，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伊有永远活
的力量甲应允吼。啊，因伫做伙吼，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伫天顶敬拜上帝那个荣景吼。我咧准备启示录的时阵吼，我咧因为第4章也出现过这个荣景吼，我咧想讲，哇，那真主亲的基督徒吼，如果读到那种很重复性很高的那个经文吼，会不会很腻呀？这样，我要随时吼信心怕逃。你在讲什么？那一种荣景吼，可是你一辈子可能都求之不得的，也不是你用什么可以换来的。我讲好，求主下面吼，因为这段经文吼，你看像我安尼，未心生灵体，未完全来得到恢复的这款的世间人吼，就面对这种白纸黑字吼，我的性命甲我的灵吼，若无受到上帝的转化吼，的圣公是这部书吼，读经文，你知道有时候也会很没有感动，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这么的白纸黑字，一直重复性的，所以我的搁一遍吼，伫咧准备时嘛是这款的灵修吼，讲求主下面我吼，所以我特别针对今天这一段经文吼，有特别的祈祷。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这段时间吼，我发生什么状况吼。所以因伫遮伫咧俄勒吼，啊，你有看到俄勒上帝的人他们的穿着衣着是什么吗？穿啥？白衫吼，因就是穿白衫，手提啥？白衫甲长手机是啥物意思？恁敢知？对启示录的脉络来讲哦，咱前看到迄7间教会有无？得胜的教会，耶稣要赏赐因啥物衫来穿？白衫来穿吼。啊，这个我们就是能够理解吼。那穿白衫的表示因的性命已经伫安怎？伫困难的中间，挖靠耶稣基督来得胜啊！好，你大概就能够知道哦。所以他们身穿白衣吼。手提长手机吼，那因为我们今年吼4月份才拄过受难过啊者吼啊，每一年的时阵吼，教会拢对长手机、长手主日吼，不算陌生吧？不算陌生，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咱对长手机吼的概念吼是啥？何沙那对无？但是对伫犹太人吼，以色列人的传统来讲吼，长手机迄嘛是安怎？已经是战争，而且经历过战争，而且得到胜利的一个什么？一个记号。迄就是军队已经赢到胜利了后，要转来到厝里，有无？百姓就爱摕啥？长手机吼。啊，所以你想想看吼，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有没有打过胜仗了？还没，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百姓咧举长手机，是咧举啥？举心酸的吗？不是吼，因为他们想要宣告，我们先给你胜利的记号，待会你就要干嘛？干掉罗马政府，把我们拿下犹太人的政权吼。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吼。好，所以咱会当看到吼，伫上帝面前做敬拜，而且的群体吼，因是得胜的一个新的群体。因甲天使吼，甲长老，甲4个活物吼，围内伫坐保位的，伫遐拍拜来敬拜上帝，用7重的赞美讲：阿们，愿阿罗荣光智慧、感谢尊贵、权能、困难归伫咱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们吼，哇，这就是将在上帝的面前得胜者吼，跟众天使长老四活物吼，每天在做的事情，每天在做事，逐天拢咧归荣跟阿罗敬拜上帝。这敢是你较无的生活？好像不是，非常诚实哦，我非常欣赏你。确实是啦哈，我确实是吼，嘿是。但是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你们刚刚都没有回答我？我自己在录那个华语讲道的时候，我也是很诚实的说，这若是要真做咱逐天的生活，
对现在的人来讲，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你会向往吗？扪心自问吼，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问：是安怎对现在的咱这幅图像，并没有那么真实，在吸引我们？啊，自己的私欲太重哦。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我自己在录华语讲道，我就说，不是啊，我现在生活又没有过得很差，而且有时候还可以享受运动的时间啊，享受关系啊，好不好？还可以可能当牧师不太可能看电影了，我现在都在干嘛？就在家里可能偶尔放松一下，就看剧啊，其实也是不错吧。那些时刻我其实都蛮享受，而且蛮喜欢的。所以迄个时间吼，若是要拢一直24点钟伫遐咧乐敬拜上帝的时阵吼，我会发现对现在我来讲，会有一个拉扯跟张力，你知道吗？我说哈，这个时间我真正要安尼做，但一个暗时我甲玉珍约说好要去食牛排呢。迄个时间敢要拔出来规个光来乐上帝。啊，我就伫看见家己的样子的时阵吼，我就问上帝讲：主啊，是安怎会安尼？为什么我的灵性对伫你的话语吼，遮尔啊光彩，遮尔啊阳光的时刻，是安怎我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这么的真实？我这个人哪会遮真实？你若问我不会马上说主啊，阿们。所以迄当时，我安静家己伫这段经文的面前的时阵，搁一遍恳求上帝来帮助我，是安怎我会安尼来感受？但是这就是安怎这启示了要叫做启示，是安怎上帝奥妙要透过先知，还有教会，将上帝的话先写落来。因为以备不时之需啊，兄弟姐妹，是为了我们生命中的时时刻刻的那个以备不时之需啊。你检在无感受到你时刻需要上帝，但是你若有需要的时阵，你看会到真理，就伫遮帮助你啊。敢毋是咧？敢毋是咧？所以迄当时我嘛伫上帝面前，在我的祷告时刻，我嘛拍摆伫上帝面前讲：上帝，谢谢你，感谢你，你疼惜我，你嘛毋忘我的生活、性命、甲人的关系、运动的时间得到束缚，但你也详实知我的人生或者是世界的未来会拄到什么款的灾难、压迫、杀害、困难。所以你也大声留落来这个属天的异象，来坚固我的信仰。所以这个会当伫永远活的上帝面前，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把图像，真做我这段期间真满足的领受甲灵修，嘛分享给大家，也愿信心会当伫兄弟姊妹恁伫享受上帝所赏赐的生活的中间但是若无拄好有拄着恶当当的事，恁也有上帝的这把刀来坚固恁的信仰甲信仰。好啊，接下来突然这个剧情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现实吼，因为都有一个长老吼对中间出来问约翰讲：哎呀，约翰啊，你看这个穿白衫的是几罪啊？因是对大勒来的吼，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已经知道剧情发展的基督徒，就想说：哎呦，这个桥段真的是有够多余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约翰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对不对？但是约翰却很真实的把伊伫领受仪上，甲这个长老甲伊的对话安怎写落来吼。所以约翰到底是真知影还唔知影吼？
我们如果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是站在结果的结局在问这个问题。我要带领大家回来到伫约翰的时刻其实对约翰对第一章开始有光照伊有迄个耶稣的形象出现伫伊的面前对约翰领受异象的迄点开始，伊才豆明白，他那个时刻才慢慢懂了，懂什么？伊才慢慢懂了。耶稣在生的时阵，伫世间的时阵所讲的话，伫迄点开始，他终于懂了。懂了什么？伊终于懂了，伫旧约的圣经，伊的祖先，因祖先的先知，伫旧约圣经所写的，指着耶稣所写的代志。我来讲，约翰跟我们不一样，他一出生就是犹太人了，你知道？咱可能是伫世间无受对逐国、逐宗派、逐语言、逐信仰做伙组织伫耶稣的教会，成做耶稣的身躯，才开始明白这一切的过去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但是对约翰来讲，伊迄点嘛才开始明白，过去伊学习的圣经是咧讲啥。上帝咧讲啥？上帝伫旧约圣经指着耶稣所讲的语言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显然，咱会当看到，迄个长老我们讲，约翰，你敢知影遮的人是对倒位来？虽然还未听到答案，但是咱甲约翰伫迄点受问的是，咱拢知影答案是啥物。因为他并不是从这里才开始看见异象，伊对第一章开始，伫遐咧叫耶稣的环符，一句一句安尼写落来，伊嘛知影安怎穿白衫是啥物意思，是得胜的教会，对无？头戴冕旒的是啥？是得胜的教会。这点看到永远的百姓的时阵，对约翰来讲，对咱正人来讲，咱嘛知这个答案是啥物。虽望咱还未讲出来，咱还未听见，但咱已经知影约翰将这个长老甲伊的对话留落来，我嘛认为有保留这个启示录伊的真实性，因为就是现场发生的事情。所以伫咱伫咧读的时阵我们既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也在未来的意象里。咱咧读启示录的时阵，是上帝的话语带领咱读的人参与伫过去的历史，嘛参与伫未来的历史。好，所以这个长老呢就甲伊讲，这个是对迄个大的患难出来的，就是指这一群人是经历大的灾难的，伊是对遐个灾难患难出来的。捌伫羊羔的血洗因的衫到白白，洗因的衫到白白，所以歹势。所以，因伫上帝的座位前，搁伫伊的殿每日服侍伊每日服侍伊。其实你有讲看到，我特别伫这3个段落里面我特别用家己的衫把这个字泛黄其实伫这个救赎的重点是啥物意思？应该关键句应该是羊羔的血，对吧？若无羊羔的血，有前有后，是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不是吗？但是我想到伫遮特别将家己的衫特别泛黄伫遮是要来甲大家来思考一点一个关键。羊羔的血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但是人若是人无要将家己的衫洗好清气，若人无要用羊羔的血甲家己的衫洗好清气，那安尼人嘛的衫嘛安怎无法度洗甲白白，对吧？你能听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我台语太烂
需要我用中文再讲一次吗？羔羊的血是关键，不过人如果没有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的话，那人也不会怎么样，衣服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干净。不好意思，我好像被我自己的痰卡到了。谢谢。所以是安怎我特别将家己的衫特别把它框起来，因为羊羔的血是关键，但是愿意把家己的衫洗清气，是人的选择甲你信用的行动。听得懂啊？这符合伫咱长老教会的神学观。上帝的恩典确实是白白比办好势，但是人若是无去信，无即个信的行动，就安怎？恩典敢会无去？袂，对世间来讲，上帝的恩典有缘伫地，救赎的方法有缘伫地，但是你个人若无安尼选择，就即个恩典甲人都无关系，对吧？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因为伫每一个时期的教会，拢很想要帮助弟兄姐妹用真简单的方式来了解圣经，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圣经的概念化约或简化，一个句子比较好记。他说：“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因为有白白的救恩。”好啊，我跟你们说这种广告式的不是不好，这种广告式的教义说明，对某一个世代来讲，还是有功效的，有影响力的。但是对社会是一直在转动，语言是一直在进化的你的。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迄稳定白白已经安怎白白想事啊！这句话我甲你讲，对现代的教会甲基督徒，你若真足看基督徒的生活，我甲你讲，伊真正认为这是白白得来，是吧？是因为教会，是因为基督徒自己把恩典的话语活得很像什么都不是，迄是因为咱的信仰会行做，互这句话变做安怎？无溃烂，所以是字句的问题嘛？定我认为是人的性命、人的信用、人的心怎么诠释这一句话的问题就亲像古早阮祖先，我袂当讲阮祖先，阮阿公阿祖，伫电火条啊，电火条啊是什么？中文是什么意思？对，伫电火条啊顶面。嘿，你会看到迄个基督教的信用面顶写啥物字？信。所以你拢有看过迄支电火条啊？对吧？现在有一些现在还有，对不对？在台北市是看较无，还去用佮打落去用拆掉来讲。迄当时叫做信上帝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后面其实还有一句。我小时候还有看过下联，你知道，叫做什么？不信者什么？你们没看过他的下联哦？因为我曾经看过，他就是有贴两句话，一个叫信耶稣什么得永生，然后不信者下地狱这种。你们有看过吗？如果你们现在没看过，那我是感谢主啦，就表示大概有清除干净哈。这几个字伫阮阿公阿祖迄当时大家看起来足兴的样子来，哇，永生哎，他就不用再去想太多，所以这种表达信仰的方式跟行动是有力量的但是你知道，像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信耶稣得永生，我就会去看，就会去想不信的嘞，不信的去哪里？我跟你们说，那是叫启示录的瞎还这个我还不敢把它变成现代教会的行动跟那个
印刷。其实如果以我们读启示录来讲，信耶稣是得永生，不信者是得永死。你们知道吧？我前在解说启示录的时阵，其实在启示录，你会看见人死亡了后，人在生的性命死了后，只会到永生跟永死。你知道他那个是什么概念吗？他头前拢加了一个永远的，某种概念是这个存在，这个性命的存在是永远的。只不过在世界是肉体的死亡，但是肉体的死亡了后，拢会进入到永远的。只有两种结局，叫做永远的死甲永远的活，只有这两条路嘛。你知道永死这件事，那是真正死了后都没有感觉。我跟你讲，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很好的选择。对有些人的状态来说，但是就不是这样啊。永远死。永远死，它有描写那个永远死的概念，不是那种华人世界的不复存在、永远消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永远存在。永远死的概念，永远存在。你爱听到，你就会当知影是安怎。上帝要将真理、甲福音、甲救恩的道理交托给教会，那是爱进入到永远的死。那你敢会烦恼？你家己的性命，你敢会烦恼你所听的人的性命？当然会啊，当然会啊，因为迄已经进入到一款的永远的存在。还有这个讲远了，下次应该是用专题来讲。所以，杨过的血有拯救的功效，但是人若无用伊来洗，就甲人无关系。互原圣神保守咱经历各种的环境，拢会当真做真实信靠耶稣救赎的人。最后一段经文了，来，最后一小段经文，伊伫遮讲起着，所以因伫上帝的座位前，搁伫伊的殿每日服侍伊，坐伫座位的要徛起。伫因的中间来庇荫因，就是上帝要干嘛？亲自来干嘛？庇护他们哦，庇荫就是一个亲自保护、亲自什么遮盖他们保护他们。16节到17节有7个稳定的讲法我将你呈现出来虽然你看到是6句不过迄入甲严简是2个概念东西无够受伤。伊讲因安怎？上帝要亲自庇荫因互因的性命安怎？无过枵，无过喙焦，日甲一切的日，袂逼着因，逼因前那个逼，袂逼着因因为座位中的羊羔要做因的牧者，带因到外的水泉，佮上帝要对因的目睭切去隆重的目屎。这一段话是你性命的较无吗？无过枵，无过喙焦，无过受伤。我甲你讲，你若是用这几段形容词来看你现在的人生，我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这个一点都不吸引你们。你也给我回答太快。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敢有欠亏不够枵？不会啊，就是想要吃麦当劳或者吃 7， 就是随便选，对不对？敢会无够喙焦？嘛袂啊，无受伤，就是我不伤害别人就已经不错了之类的，对吧？但是所以伫遮这段经文我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这个英文不单单是对现今来讲，你要把这个词汇因为我们读的是台语翻译跟中文翻译，所以咱读不出另外一个概念。上帝要亲自庇荫因互因安怎无过不在。你必须要把不在这个字把它记住在你今天的脑子里，因为这个不在饥饿
不再口渴，不再受日跟热、太阳跟一切热的伤害，这个不在的概念，你必须要去连接到一个词汇，叫做永远、永远。您刚知影在圣经的内面，永远、永远，永远的概念，永恒、永远，这款的概念是属于什么人的？永远的概念是属于谁的？上帝的。所以你知道，当你一切人世间所有的一切，你所能体会的，连接到永远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你生命的一个新的境界，因为你永远袂过枵，你永远袂过喙重，因为你永远无过受到日甲炎热的伤害，因为上帝要亲自做你永远的牧者，伫你的生命内面，伊永远拢要带你到水边来啉活水，伊永远要拭去你目睭内面的目屎。兄弟姊妹，这一段话你加入了永远的上帝的概念在里面的时候，它完全变得不一样。它不是今天你难过擦去你今天的眼泪，它是以永远的角度来面，永远无互你搁伤心流目屎，无互你搁受到伤害。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为什么会突然在灾难的当中雄雄出现在约翰的异象的内面？我伫咧看他的历史性的时阵，咧想起到一个感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当我们人一直在看见灾难，一直在看见灾难，只是一层比一层更恐怖的时候，你敢会有毋茫？其实人袂有毋茫。对领受异象的约翰来讲，上帝，你敢若耶稣，你敢若一直甲我讲灾难是啥？灾难是啥？刷一个灾难是啥的时阵，我的毋茫伫倒了。所以上帝透过异象互约翰来领受的时阵，详实是，我相信详实是安慰迄当时的约翰。伊看见到毋茫，他在绝望中看见盼望，就是因为上帝互伊大先看见到得胜的教会会有永远活的性命是生做什么款，所以未来还佫有更较困难的灾难甲患难要发生，透过上帝所启示的异象来坚固伊的百姓甲教会，敢毋是咧？对现在的教会来讲，检测你会认为你即马无有二担当，伤过二担当，没有太多承担不了的痛苦啦。检测是安尼，但是我嘛毋茫伫真理甲现实的帮助，若有一天教会或者是你个人会拄到二担当的事，上帝的话会当诚做你的帮助。这个异象毋敢若是互约翰甲当时的教会，嘛是互现在读批的咱正教会。毋茫圣神帮助咱拢知，咱是已经受羊羔的血来得到拯救的人，嘛毋茫圣神会当帮助咱，我靠羊羔的血保守咱面对各样的困难甲挑战。你敢有相信上帝的确要亲身报答我靠伊的人？愿上帝就安尼来帮助咱。我跟你们说，刚刚有跟你们说，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在咧甲恁讲这篇讲道的时阵我会甲恁讲，其实人性很真实的状况是，就算读了这个白纸黑字，好像心里面还是没有力量，因为我在这段期间好像也陷入了一个自己灵性的低潮我有侪的烦恼甲艰苦不管是面对教会的事工或者是今年爱比班的侪代志我好像前段时间变得有点无力
啊，搁有加上吼，阮家己厝内的人发生的代志吼，虽讲甲恁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嘛是真影响我吼，互我真艰苦心安尼吼。啊，我逐礼拜都爱准备功德篇的，啊，我就甲上帝讲主啊，我就哪准备就哪无开力，我嘛无感受到迄款属永远的属天的迄款的力量吼，我说我感受不到吼。啊，所以伫咧一直甲上帝祈祷讲话时吼，其实我这2个月一直得到经验，第3章吼，第50到第60真大的帮助吼。能够想象到一个牧师吼，就是这1-2个月，我每天醒来一看到我要经历的事情吼，我都没有反应跟感觉。然后我就是又发现好像有很多的担心。然后那个时候圣经很多的金句吼，我都没有想要念，然后没有想要用。但是箴言第3章哈，第5节到第6节是我这2个月每天一想到我一感受到我的灵里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然后就是一直这样为自己祷告。我讲，伊讲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唔通倚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入伊要指点你的路。这个是台语版吼。但我小时候因为背这一段金句吼，我都是背和合本的吼。我说你当专心仰赖耶和华吼，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吼。啊，所以伫我迄个灵性很低落的时阵，我就一直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吼，唔通倚靠我家己的聪明吼，爱专心倚靠伫你的名的顶面吼，求你指引我的道路吼，求你带领我吼，知道要怎么服侍你的教会吼。我的逐工拢安尼为家己祈祷吼，啊，你们知道有发生什么结果吗？我跟你们说，祷告完之后，其实我烦恼的事情都没发生什么事。我说的没发生什么事是，就是跟往常一样吼，我一样是很没有我自己的担心，然后有我自己的无感。当牧师吼，我最害怕自己灵性无感，可能因为跟我的呼调有关系，我很害怕我自己灵性里面对上帝的话语没有热情，我也很害怕我自己那个累到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哈，那个会是一个我很害怕的事情啊，所以我这一段时间我就一直用箴言哈为我自己祷告哈，啊就是每天都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不期不待不受伤害的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也感谢上帝哈讲。最的代志，拢安尼来比办甲带领吼。所以，当我在跟你们说我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是很真实的说，其实那些话语好像都没有感觉，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我录华语礼拜的时候，哇，这段经文突然让我的心里面有了一个盼望感。我就跟神说吼，主啊，如果我可以吼。一辈子就只做这件事吼，我会觉得很放心。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自我认知里面的躺平跟享受。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做，一间教会、你的人生、你的家庭吼，还有包括你的父母吼，你有太多事情要照顾，然后你都没有办法一一处理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与其要烦恼这一些，还不如单一敬拜上帝，可能是人心里最没有压力的时候吧。瞬间在那一个时刻给了我自己很大的安慰所以我用我真实的经历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当敬拜上帝是一个真稳定的代志，所以咱得好好的珍惜也享受青年团去认真努力的现实所以我的那个笑容是打从心里面的开心跟喜乐，说哎呦怎么这么可爱的声音因为我们用这个声音来归因跟来敬拜上帝也愿咱今仔日嘛有信心的福气属天的喜乐甲力量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会当敬拜你，实在是阮人生真大的福气。主，我也要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来仰望你的帮助。阮每一个人的人生都经历了不一样的事情，检查阮现在也有侪人。拄到无同款的代志，有的是阮学担当的，有的代志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有的代志是阮很渴慕想要突破的。
有的是阮对人生有一种想望，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更荣美，可以更好。那个好是能够归荣耀给你的。但是主啊，常常阮伫即款的忙甲较无的时阵，我们好像被阻挡了。但恳求主你的圣神，也透过今仔日天顶的异象来吸引阮，来帮助阮。阮较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阮拢会当伫羊羔耶稣基督的保护的内面来得到帮助，来得到扶持。因为主求你的圣神也坚固阮的心，将来你也要亲心报答专心倚靠你的人。愿你的平安也充满伫你所听的教会中间。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嘛有软弱的时阵，咱爱坐着为咱的牧师甲教会来祈祷，咱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用心的改变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个的回应诗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请起立。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也做甲顶摆，简单困苦别因目睭，就要赞咱大着神，暗世阮拢愿记。可以远在这里，虽然虽然雄兵，有我高登面前，有主赞咱大的心，咱我可个纪念的连比失败无留意，现在因主为咱高赞，你被万物着向前，因主到底下人，耶稣基督的名，万军的主先行，伊是独一无二，高赞地着大胜利。魔鬼虽然变马世界，世界也有遁甲人，但心主在抓断门行，救主赞来稳当命，暗世阮拢有道。生命是在向往，会甲咱相待，到尾伊就会知。
我不准伊轻缓，虽然咱的亲人在迷失命途，伊个名声地位，拢予魔鬼求去。上帝声声袂灭去。请坐，咱三个来奉献。亲爱的主，感谢你，真做世人的救赎，用你的宝血洗净阮的罪。求你保守阮的心，阮的意念，互阮会当遵行你的旨意。阮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做路上的光，真做脚前的灯，来荣耀你的圣名，学罗你。即时，阮伫主的面前甘心乐意奉献，真做圣工的使用，求主甘纳。安尼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要行平安礼台前，咱有一个新朋友，王明义，伊是明汉甲碧龙的朋友。好，明义，要不要？大家平安，我是王明义啊，我即摆伫新大读册啊，因为等一下要去校园团契，所以来固定教会聚会啊，真欢喜来到遮，甲大家做伙做礼拜，多谢大家。欢迎欢迎，咱来行平安礼，唱一摆了，咱跟左右隔壁挥手走，无事有要补充无？先，哦，好好 ，OK， 来，咱先唱一摆。我用主的真心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请大家打个招呼。好，宝金姐女儿佩贤也在我们的当中哈，很开心看到你们哈。OK， 来个唱一摆。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来。报告大生，咱先来读金句。周报第4页，金句，咱用台语、华语各一遍。因无过枵，也无过喙焦，日甲一切的日，袂逼着因，因为座位中的羊羔，
要做因的牧者，带因到我的水泉，搁上帝要对因的目睭，拭去因朗总的目屎。启示录第7章第16节到17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必不伤害他们，任何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第7章16至17节。咱看周报，报告第一项，后礼拜是咱个人教会68周年的纪念礼拜。那咱免请燕龙登来讲道，燕龙牧师目前是伫永吉教会、永吉教会咧服侍。那咱后礼拜有，感恩礼拜以外有主餐、有分享，啊，阁有祝福甲传承。咱头前报告那遐有一个邀请的卡片，咱邀请的可能拢是最近10年、15年。那咱在座有搁较早捌来咱个人教会聚会过的人，会使摕咧邀请卡，邀请伊转来，使去聚会。啊，详细部分小咱就无需要去报告。上年大学本学期要结束，伫6月26有结业式，返校日8月28，开学日9月初8，请兄弟为着咱上年大学伫社区的事工来带到。关怀组有关怀事务组有公告，7月份开始，咱纸杯啊，今仔互外宾人客使用。咱逐个教会人上好是家己准备家己的杯啊，还是用公用的杯啊。啊，另外新的咖啡机已经传好啊，那有啉咖啡的兄弟会多多利用。收支报告来看，大家搭嚟看，咱教会建筑的基金预算是50万，目前到顶礼拜是专款92400块，影音设备更新的预算80万，专案的风险457500块，这是到顶礼拜，大家还阁有时间。请兄弟继续为着这个专案奉献甲带到。下面团契消息，各团契6月份拢活动，请大家参考青年团契、少年大学、妇女团契甲少年团拢有吼。啊，教界消息咱大家看，下面讲到教务书。我真简单吼来补充报告，因为有侪人咧问讲吼啊，68周年的活动是啥物吼？啊，我伫遮吼来甲大家用真短的方式来说明吼。教会吼会逐年拢会庆祝教会的生日吼，啊今年活动甲庆祝吼，咱的同工真用心吼啊，我们同工就召集了各个年代跟各个年龄层的弟兄姐妹吼，一起来成为专案，啊嘛要邀请吼，今年的设计是特别设计成为回娘家吼，回娘家的一个日子吼，啊引起。找迄过去伫固定洗礼，或者是有参与伫咱团契中的兄弟姊妹吼，啊毋嘛伫后礼拜的时阵吼，咱会当做伙自进吼，伫固定教会吼，即个信用的母亲的即个教会吼，啊做伙来感谢上帝吼。啊，迄天啊嘛真需要兄弟姊妹的参与吼，甲服侍吼。我们那一天是东道主呢，对吧，兄弟姊妹？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是客人，然后长子是东道主？不是吼，那一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吼，你们都要参与吼，因为咱是这会吼，这个回娘家活动不是属于那些过去在我们当中参与的人的聚会，是属于古灵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甲因这会的聚会，安尼敢知？所以那一天吼，同工为了不让大家太辛苦吼，我们就是整个设计，希望就是在1点半以前吼，让我们大家可以享受这个这个古灵桥吼，甲兄弟姊妹的关系吼。啊，迄天会有一寡特别的所在吼，包括影片啦，或者是礼拜开始时会介绍吼，久久无转来到伫咱中间的兄弟啊，11点半。礼拜结束了后，咱会做伙来生一个游戏吼，叫做"你是哪个年代的古亭桥"？有没有？光听名字有没有很触鼻？本人就是主持人，所以麻烦各位那一天留下来好不好？
没有说我跟阿拉牧师主持就都没有人参与哈。我们那一天会带大家用游戏的方式哈，勾起我们信仰的回忆哈。迄天嘛需要一寡会当整理环境的同工吼，所以若是你会当协助吼，即个活动甲服侍吼，也请你陈玉珍执事来报名吼。好，所以简单介绍吼，甲大家介绍吼，迄个后礼拜活动。你们有没有很兴奋？我再问一次，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有没有很兴奋？对嘛，对不对？我们这古亭人的热情有没有？所以要展现出来。好，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献上感谢，阮献上满满的感谢。一间教会伫你的固守、带领、甲同在下面，阮要有68年啊！主啊，这68年是稳定的日子，这个68年也是看见你同在的日子。恳求你也感动伫阮的中间，互阮甲教会的生日同欢喜。同庆祝，同感谢。哎呀，求你透过还阁有一礼拜时间，感动做过去伫阮中间做伙聚会的兄弟姊妹，会当互阮透过阮的感谢活动甲聚会归荣光互你，也互阮会记你出伫你的稳定，阮有信仰的救赎甲记号。求你保守后礼拜的庆祝礼拜，也为着伫阮中间的兄弟，阮的性命、阮的信仰，仰望主你的保守。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灵性低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信仰无开来时，是因为阮所听的人受伤啊，因艰苦啊，因破病啊，因无开来啦。但是主啊，阮恳求你，用你永远活的性命来帮助阮，会当活伫永远的疼的内面，也为着你所赏赐阮的土地台湾来祈祷，求主你是阮怜悯，也保守这个土地伊的艰苦、伊的历史，但是也鼓励阮用公义、用疼、用良善来起造阮的国家。求你保护台湾未来的每一天，也为着阮伫教会中间阮来做的每一项事工，仰望主你的同在，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所做所备办的一切，看见你的智慧、你的带领，归荣光互你。也愿阮的教会毋单单是真做有一个外壳的教会而已，而是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生命是被上帝你的话语充满、更新，而成为荣耀跟恩典的见证的。主啊，阮也阁有侪侪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监察阮的心，愿你接纳甲成全。同心感谢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唱上落尾的圣诗，请起立。愿上主带进来，燃点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毋通袂记哩，恁伫阿爸爸上帝的疼痛甲救赎内面，早已经成做伊永远的百姓，着我靠伊的圣神甲伊的话语来坚固恁伫这世间的日子。
甲恁的信用，愿你的性命所活出来的款式，通互人看见耶稣基督永远无变的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咱做伙来唱古灵教会之歌。大家应该会唱吧？我们为下个礼拜做一下练习咯。古典教会，古典教会，古典基督救了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哈利路亚。来一个美丽所在，大家做伙。大家做伙，兄弟加姊妹，同心的亲像基督，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互咱亲像一家伙，你的美丽所在，年年做伙，年年做伙，兄弟加姊妹，同心的亲像基督，互相鼓励。互相鼓励，互咱亲像一家伙，日日读圣经，事事心谦虚，常常我靠主，事事我稳定，固定教会，固定教会，固定基督救了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哈利路亚。朗朗上口，对吧？好，下个礼拜要唱什么？用喜乐的跟力量唱出来，好不好？好，上帝赏赐恁平安。